詩說，韓愈。古之學者必有詩，詩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詩，其為惑也，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故先乎吾。吾從而師之。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。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。夫庸知其年之先後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傳，師之所傳也。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，久矣。欲人之無惑也，難矣。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。猶且從師而問焉。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，亦遠矣。而始學於師。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。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！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。於其身也，則此師焉，或矣。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，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思然，或否然，小學而大為。吾未見其明也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思。士大夫之族，若師，若弟子云者，則群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，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。今其志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。聖人無常師。孔子師譚子、長宏、師襄、魯擔。譚子之徒，其言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。如是
矣。李氏子盤，年17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。不拘於時，學於儒。儒家其能行古道，作詩說以擬之。本文選自《昌黎先生集》，是韓愈作於唐德宗貞元18年，公元802年。本文題目為詩說，而說在當時是一種解釋義理、陳述己意的文體，所以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。詩說即說詩，即闡述及強調從詩文學與尊師重道的必要性和原則，批判當時社會上此學於詩的陋習。同時，它亦是一篇贈與學生李盤的文章，表明對李盤的讚美和勉勵，故可以歸類為贈序。本文寫於唐德宗貞元18年，公元802年。當時韓愈35歲，擔任國子監4門博士，官位雖不高，但肩負傳道授業之責。唐代雖以科舉取士，但仍有門閥制度，士大夫子弟不論品德好壞、才能高低，也不必靠科舉謀取仕宦。因此，當時社會普遍有不重文學、始學於詩的風氣。韓愈為了推展古文運動，公開召收後學傳授古文，因而遭受士大夫的譏諷。為此，他寫作詩說一文，針砭當時社會的弊病。韓愈藉着李盤問學的機會，提倡詩道，抨擊士大夫的誹謗譏諷，從而闡明從詩問學、尊師重道的道理，以匡正時弊。